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空中勤务总队的海底直升机今日下晡伫小港机场进行训练时阵，却向摔落来，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又增加3个，目前已经有370人感染。另外，英国首相强生治疗武汉肺炎严重甲转到加护病房。对4月7日开始，中国武汉会解除封城，不过一前即将宣布讲有无症状感染者，恐惊会变作防疫空窗。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编号 NA103的海底直升机，在今日下晡伫小港机场进行相连训练时阵，却轻轻停伫半空中，随后就摔落来。摔落来的管道大约是1单楼悬，好佳在是无人受伤。事故原因，飞安会也当咧调查。直升机倒伫机场跑道顶悬不安，消防队赶紧喷水预防导火。下晡3点半左右，附近人拢听到真大浪流的声音，所以去到远远看到机场跑道不安，竟然是直升机意外摔落来。咧做工过，听到声音嘛，嘣一声，我就走去电管车电管看。比我早来的人说有看到爬出来嘛，他就说是要降落的时候风很大，可能抽风，然后不会很高这样掉下来，这样哐啷这样，应该是螺旋桨打到跑道的声音啦。民众讲看到直升机有5个人爬出来，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也证实，这架编号 NA103的海底直升机属于高雄驻地勤务第3大队第2队进行训练时，不明原因为低空状态摔落来，好佳在只是破裂皮甲机身受损，5人拢无受伤。高度大概有10尺嘛，10尺大概是1层楼高的左右嘛。它已经结束到尾端要结束了，在做施工最后一个项目了。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它就整个就落地下去以后，整个机身就侧滑。空勤总队表示，这项训练差不多要进行2点钟。训练时天气符合标准，有人指出好亲像是侧风伤过大造成。飞安会后续也赶到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小港机场暂时关跑道4点钟，等待初步勘查结束，搁将机身拖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日又搁增加3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这3个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也发现讲华航3月30对美国纽约飞台湾一班飞行机已经有10人致病了。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打算要对专机人员进行采检。国内阁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移入，总计全台已经有376人确诊，有5人死亡。要注意的是，新增加个案内底案例376例，包括案例370、371例坐同一架班机。CI-011 3月30对美国纽约转来台湾，因为同班机已经有10个人去围着。虽然指挥中心研判这个案在美国围着的几率较悬，不过这阵才考虑对全机人员采检。一同返国哈。那都是同班机的，那同班机到现在这一班机有10人确诊。另外，考虑各国旅小团出社区甲病院互相小位代志，指挥中心也宣布6大76扩充医疗警备，包括指定全台34间检验机构，每天上大检验应达到3800件，提供在地检验提升时效。疑似个案社区采检院所有163间，有134间应变加隔离病院，专门收治轻症；52间的区域医学中心专门收治重症患者。开始4阶段的警备策略，首先会甲个案收治负压，也是大人的隔离病室。第2阶段会甲非武汉肺炎患者集中收治，并且空出病房，扩大设置专职病房。第3阶段会停止收治非武汉肺炎患者，敢若用出去袂用例外。最后阶段是清空非武汉肺炎患者，敢若收治疑似也是确诊患者。另外也清查病床，即阵全台湾负压隔离病床有970床，普通的隔离病床有958床，火接病房病室有1711床，全面清空有2万多床，全台呼吸器有9932台。即阵全台湾集中的检疫所有13个，房间数有1500多间。而未来也建立重度甲轻度病人的双向转诊，要确实落实大医进行分流，大医了后转送机制。检验的量能有3800每天，那可以采检的部位到163家。那我们的医院的一些准备，我们现在在准备到第3个阶段，从第2个阶段跨到第3个阶段。
根据统计，清明连假了后，上班头一天，疑似武汉肺炎的一天采检量有1800多件。对此，指挥中心讲，境外移入的威胁应该是较低。不过，受到连假，真侪民众四界拍拍走，是不是引发疫情摊开，可能要观察到4月12日。记者综合报道。在年假过后，高雄真济间的病院急诊室开始出现去过警示景点的民众，要来食看医生。也因为这个患者开始出现呼吸道的症头，急诊室的医生也讲有淡薄无法度应付因。医护人员除了问讲最近敢有出国以外，真也问讲敢有去过警示景点佚佗。只是讲武汉肺炎会藏伫咱的身躯内面14天，敢会逼出来，就要听候到4月初10才会知。连续假期过了后，急诊室外口等看病民众比以往多。医方除了例行性量体温，即马也搁爱加问，敢有去过11个风景警示区？以前是针对国外的一个区域，那现在是针对国内旅游，依照国家既定的旅游警示区域去做一个调查。清明连续假期的尾下到拜一，高医小港病院甲其他地区的病院，陆续拢有去过11个警示风景区的民众，因为身体出现症状，赶紧来看病。病人一下子有时候一口气会来好几位这样子，所以在我们人力方面有点吃紧。那大概都是因为去完风景区觉得身体不舒服，过来这边要做检查的。因为连假过了后，看病民众大部分以呼吸道症状、落下为主。和医界烦恼的是，武汉肺炎将复期是5至7天，连假敢是成为防疫的空棚，4月初10就会当知影。差不多在4月10号左右上下的左右呢，那一段时间，如果我们本土病例有增加的话，那表示完蛋了。我们大概因为这个是群聚感染呢，造成我们防疫的破口。提醒民众疫情期间减少外出，有到过11个警示风景区的，爱做足14天自主健康管理，保护家己，也避免别人受害。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节的年假，屏东垦丁人是甜甜，所以因为政府发布警示景点，一寡民众甲饭店拢退掉啊，连劳动节的年假也拢退了了。当地业者甲县政府拢想要做伙来提升防疫规划，避免社交距离的不足。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劳动节年假目前无取消规划，若准民众无法度管好家己，会看情形，搁再来调整。垦丁很安全，防疫无漏洞。乡村半岛的饭店甲民宿业者代表甲相关协会共同召开记者会，强调垦丁并不是疫区，也毋过清明连假，垦丁大家人客人，被中央发防疫警示了后，原本6家的大房率已经出现退房情形。因为有的原本他们是包栋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整个都取消了，所以5一本来是客满的，然后后来现在变成0了。民宿协会表示，警示记得讲退房率就达到8成，也毋过乡村半岛旅宿业界多数认为，自1月以来一直做好各种防疫措施。垦丁游玩是安全的国内旅游地点，唯一问题是无法度强制管理垦丁大街人聚集，希望中央和平客观做法。还是这段时间都不要出来了也没有关系，但是要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业者可以做因应。人流这个部分，如果说能适当的管控人数进场，然后或者是说在宣导没有办法适当的有一个社交距离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方式，就一定要必须一定要戴着口罩？屏东县政府表示，愿意将垦丁大街看作大型室内场所，管制进出总量，也是强制游客挂喙罨。也毋过总人数爱偌济才符合防疫条件，需要中央协助规范。面对地方甲观光业者的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接落来5一连假无取消的规划，也毋过看民众自律状况调整。目前确实5一连假并没有取消的规划，还是希望民众多多休息。如果民众真的都不能做到自律，以至于疫情更严重，那当然我们会视情况灵活随时运作。苏贞昌表示，这段期间台湾民众表现高水准，比世界肯定。那大家更加进一步的自律，保护家己甲家庭安全，减轻社会负担，连假也会当休困，为什么唔做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英国首相强森也去治疗武汉肺炎，而且伊在隔离期间连续10天拢伫咧发烧，也在初5住院，无到1日变更较严重，也转去加护病房。目前是由外交大臣 Rob 来代理这部，国际领袖也拢表达对强森的关心。
55岁英国首相强生初五带入去伦敦圣托马斯病院了后，因为喘气困难的症状一直恶化，医疗团队决定送加护病房密切观察，需要时阵会马上接人工呼吸器。虽然官社声明讲首相人也真清楚，即阵只是采取预防性的做法，不过这几天以来强生无有够休困，视线影片明显看起来人神神无啥精神，真实的病情引起媒体的议论。而这段期间，必要的国政事务由伊进前所指定的外交大臣拉布来代理。And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safe hands with a brilliant team at St Thomas's Hospital, and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be on making sure, at the Prime Minister's direction, all the plans for making sure that we can defeat coronavirus and pull the country through this challenge will be taken forward. 首相病情严重，也予疫情增加歹消息，打击士气甲政策。英国医疗体系甲资源袂堪要这负担，一要记者袂调啊，拢是代理首相马上要面临的挑战。46岁拉布有牛津大学甲剑桥大学法学学位，捌伫前首相梅伊任内担任脱离欧盟大臣，因为不满梅伊对欧盟让步伤多而离开。而强硬脱离欧盟派强生接任首相了后，马上甲诱来。官上兼首席大臣的地位，相当副首相也得到强生点名代理。未来伊会主持每天内阁的防疫会务，也有国安会议。Americans are all praying for his recovery. He's been a really good friend. He's been really something very special, strong, resolute, doesn't quit, doesn't give up. 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欧盟甲各国领袖也拢表达关心，并且祝福强生早日康复。另外一方面，踏入政坛进前，做过7年医师的爱尔兰总理瓦拉迪卡是响应卫生部长3月对着医疗人员的定调，重新注册为开业的医师，每礼拜值班一摆，负责电话评估患者的情况，为着控制疫情来贡献心力。这阵定调计划已经得到7万外人的响应。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继续来关心日本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咯，已经到家也4000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宣布讲，东京、大阪等7个感染人数较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未来1个月内希望民众较莫出门。行政院伫初7召开劳工就业问题协助记者会，针对减关休困的劳工、失业劳工、自营作业者等提供相对补助。不过，振兴券当时的发放率面对调野，拢有人要求讲要发放现金。行政院的政委蒋明鑫表示，若准改做现金，民众可能会甲钱欠起来，效果是比用过发消费券会更较歹。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劳工的生活受到影响，行政院宣示停劳工渡过难关。不过，调查各界有关批评振兴券无符合民意，爱改用现金发放。对此，行政院政委龚明鑫反驳，直接发现金纾困可能会被转成存款，无合情也无合理，比马政府时期的消费券也更害。现金发放给既不急又不穷的人，基本上他会排挤掉很重要的救急跟救穷的资源。受创的企业每一个人的老板，他也顶到1万2而已，但是这1万2有可能他支撑他衰退50%的业绩吗？照顾劳工方面，劳动部推动劳工给利纾困贷款，每人上限会当贷10万。除了无限劳保年资，贷款的期限3年之外，第1年的利息政府也会退利了。是抓在50万人这样，那我们的对象大概就是以受疫情影响而失业或减班休息的劳工，还有经济上的弱势劳工。在特别预算通过以后，最慢在两个礼拜内，我们就会公布这个申请的办法。要将冲击各产业，包括职工、客运车司机、摊商等自营工作者，工作机会甲收入减少。劳动部安心及时上工计划4月中上路，前期将释出15000个短期工作费，投入协助第一线防疫工作。柯明春表示，会看情况调整未来费，目标增加到6万个。为了照顾即将要进入职场的少年人，劳动部会安稳青年就业方案，初步规划业者每露出一费，10个月补助业者12000，相当继续1年。新创公司赶快受到疫情冲击，国发基金也出手帮忙。不是来救穷，而是来救急，也就是在这一次的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要化危机做转机，也要让我们的企业更有韧性。国发会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300通的电话，10多件申请，补助金额主要以6个月的营运资金为主，让台湾新创产业顺势转型，渡过疫情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真侪企业因为疫情伫咧放无薪假，不过所有卖厝业者颠倒甲别人无共款，因是发防疫津贴予员工。另外，兴沙旅游是对初一开始，各部门拢维持一半员工正常上班，另外一半是伫厝里上班，保持社交距离。也强调讲，在家上班毋是放无薪假。员工上班进出大楼，手酒精消毒、量下菌、强制挂喙暗。外口车辆进出也比较办理严格控管。到公司也阁有一道关卡，坐电梯有专人控管，需要按照涂骹的9宫格徛位。一台电梯上侪载9个人。这是香西旅游集团办公大楼进出的 SOP。那呢，公司规定只要清明4天连假，捌去过国内11个景视景点，都需要伫厝上班。大家其实比不知道说带我们去玩，那大家来上班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担心。我们内部秘密的机制、统计的方式，让有一些去过这些景点的同事或扫墓的同事，大家可以就在家上班。我觉得这个想法，公司真的是蛮贴心的。过去的4天的连休期间，曾经有到高风险区域的一个群聚场所，尤其是室内的场所，要求他们居家上班，强制居家上班所以这样人大约有800个。云林建模山世界宣布，4月起，逐礼拜休困2天，休困的期间进行设施环境清洁消毒，并且强调配合政府防疫，开放营业时间拢会宣导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在购票区域，我们就画好了社交距离。那我们也会随时的跟游客提醒说，要保持社交距离。伫新冠病毒疫情侵袭，会当讲百业拢无好过，未少企业用无薪假甚至减薪裁员。也过提醒着有帮送业者直接发2万的防疫津贴，也有员工秀出交金铺啊，强调真实性，扶请企业带头，和实际的津贴，而且强调，若讲疫情加重，不排除也会发放第2波的防疫津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爱检疫的民众千万唔通认为讲偷走一捆啊无关系啦。伫咧桃园，就一个民众爱在家检疫，却叫外送，走去社区的大厅摕物件。虽然讲摕物件唔免偌久的时间，不过违规就是违规，警方也甲伊送去治罪啊。这姓郑的查甫人行出徛街大楼，去替外送店员送来物件。不过，这查甫人是特殊检疫的对象，依照规定不用离开大所在。警方接到检举，查证属实，已经函上卫生单位裁罚。居家检疫期间是不可以离开房门的，到社区的公共空间都是违规的行为，一定要特别注意。警方表示，经过调查，这姓郑的查甫人初时迄天2摆去楼骹摕外送的物件，虽然只是到社区中庭也是大厅，时间也无长，不过依然是违反规定。李刑事局是查到民众散布假消息，讲政府根本无动罚100万块。警方询问了后，甲伊依照涉嫌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来上班。到3月29号为止，全台共有5件财罚100万的案件那查该网友因自己猜想，未经查证及随意将该不实的讯息张贴在脸书使民众不信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发布的讯息另外，进前因为违反特殊检疫，罚款100万块。全国头一个住伫新竹市的林东囝，缴纳罚款期限是4月初7，伊初时信用邮局汇票缴5万，刷来搁在初6甲初72天，分别缴45万甲50万，分3摆甲罚款拢缴完啊，才免互以上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清明连假，真侪所在拢会钱，政府也发布警示景点。伫咧放假结束了后，景点的店家甲民众也烦恼讲疫情会摊开，已经有店家先关门做自主管理，甚至有的店也进行人数的控制，避免病毒越来越去。嘉义市文化路附近有名沙锅鱼头餐厅，伫清明连续假期结束了后，停业休困5天，甲内外环境进行消毒。家己有名的两间业者，过去嘛是常常排队排甲长落落，为着避免变做防疫的空棚，促销民众常常抢买热门商品，同时嘛安排员工维持排队的秩序。店休当然这5天中正路会冷清很多，可是这个必要的。那在能够维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正常的贩售。台东县清明连假嘛出现27万外人次，观光客一个离开，管府随消毒，但是民众也是真袂放心。餐厅即马自餐的人数变少，餐厅就该推出早早的合菜，搁有一间20平的独立册店，以往上济干那30-40个人来看册，即马的自主控制人流，直到限制10个人入去，就惊会群组感染。实体书店就是让你可以跟人家
接触跟体验。那这个部分我们不会完全舍弃啦，就是如果是真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转换成无人书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再呼吁民众在疫情的期间爱避免群聚，但是经济作为有限，即卖民间自主管制人流，希望大家做伙替控制疫情打拼，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清明连假过后，台北市政府打算要实行夜市单入口的计划，志工会协助民众来喷酒精，让消费者会安心。为福保佑建议讲，夜市的店家也拢爱强制挂嘴罨。新北市政府也强调讲，若准爱强制夜市拢挂嘴罨，中央就爱公布法令，安尼才有法律的根据。暗头的时阵，廖河街观光夜市的大头陆续准备要做生理，不过市民连假，包括垦丁这真侪景点，人真多，也部分的大头也是小食店，业者无带嘴罨，烦恼真侪防疫的空胖。卫福部因此建议，甲夜市传统市场这些所在纳入强制挂嘴罨的范围。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大众啊！客人看会不会多一点进来消费的？我应该会选择去有戴口罩的店家，比较卫生。因为是非常时期，台北市政府也传出计划，甲夜市采取干那一个入口，请志工协助喷酒精，并且邀请夜市主题会讨论。你亲像宁夏夜市已经提前准备做好单一入口的规划。市场它是属于在建筑体内，它在做这个防疫管理上比较容易所以我们会从这个4月9号开始，就开始包含进出口罩的还有这个酒精的喷洒。要管制的话就是前后有双入口，然后有工作人员来这边统计人数甚至看有没有监督有没有戴口罩。不过，对着是毋是扩大到夜市也是商区消费，拢爱强制戴嘴罨。双北市府拢强调，若是要强制执行，也是要中央公告法令，才有法院的依据。有一些强制性，那一定是要中央法令。但是现阶段，我觉得我们先强力的劝导，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夜市也好，商圈也好，大卖场也好，我想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中央必须给我这个授权。所以我觉得夜市这个就是大家以台北市，尤其台北市民的水准，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夜市去，你有这个风险。你为了避免旅客搁再不满，桃园市也先用科技防疫，首先在大溪老街这8个热门景点设置监视器，提供及时影像，让民众随时上网伫线顶来掌控。必要时阵，市府也针对人较侪所在来进行提醒可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6万人，死亡人数也破1万人。其中一位捌演过电影《异形》甲《必报侠》的明星 J. Benedict 也治病身亡啊。若准讲到防疫问题，美国总统 Trump 甲伊民主党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因也通电话交换防疫意见。美国总统川普甲民主党总统主要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通电话交换意见，讲了15分钟。川普表示，这个对话温暖友善。We agreed that we weren't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we said. Did he have good suggestions? Anything that you're going to do? Well, he had suggestions. It doesn't mean that I agree with those suggestions. I also told him some of the things we're doing. 对前线医护人员设备补助，川普表示已经甲3M 公司达成协议，大个月供应5500万的嘴罨。此外，联邦的呼吸器储备量将近9000台，正分散到各州。也毋过麻州表示要求1700台，只收到700台。美国海军2架医疗舰伫加州的人字号甲纽约州的安慰号将转型成为收治检疫是阳性的病人，以减轻当地病院的压力。这2架医疗舰原本任务规划是收治检疫是阴性的病人，提供支持性的治疗。美国目前正面临疫情严重的考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料，确诊死亡人数继续增加，不治病例只属意大利甲西班牙。上严重的纽约州，晚近4800人不治，超过13万人确诊。州长古莫延长居家令到4月底，社交距离违规罚金加倍。The rate of infection is going down is because social distancing is working.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 potential maximum fine from $500 to $1,000. But it's not really about the fine. Nobody wants the money. We want the compliance. 捌伫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3部曲《异形2》演出的男星杰伊·班奈迪特，因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享受68岁。伊的经纪公司随时发声明，证实这项消息。捌同齐演出的女星维奇·密歇尔也伫推特上表示哀悼。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武汉对4月初8开始就要解除封锁啊，中国官方也对外放消息，强调武汉已经恢复甲真正常。中国官方伫初6也宣布讲，因增加32个确诊病例，拢是对境外以来的，而且也头摆无增加死亡率的。虽然讲已经变正常啊，不过武汉日前才公布讲，新增加过来的无症状的感染者，也有专家讲无症状的感染者大约有1-2万人。面对着这款情形，也是有人认为讲爱甲封锁时间延后才对。武汉的复苏从舌尖开始，重新开张的老字号热干面店铺，8点钟就有人在门外排队。老爸的大面店恢复营业，人客真多。初8武汉即要解除封城，中国中央电视台一直报道民众生活恢复正常，复工复产，大家正常活动，甚至登去厝的团圆，宣告武汉重生。只有经历过抗争，才更懂得市井生活的坚韧。武汉病院的北大医疗片区也清空，队员即要撤离，真侪人好起来。病院重新开放门诊，在官方充满信心的宣示的时阵，国家卫健委更加宣布，初6新增加32例拢是境外移入，更加出现头一摆无新增加死亡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虽然官方也宣布500无新增加较增加疑似病例，不过武汉初5则新增加无症状感染者30多人，初8就要解除封城，这轻症甲无症状的人会用自由行动，真惊疫情搁再拖。网友呼吁应该延后解除封城。也不咳嗽，也不发烧，也不流鼻涕，连一个重感冒的症状都没有。陪这个20几天，你有出去过吧？有去过吃了2次，3月20几号。500无症状感染者继续增加，武汉大学中南病院首席专家更加指出，对将近3天的数字来看，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占0.15%到0.3%，大约有1-2万人，要注意。你以为你是个正常人，而且社会也把你当成一个正常人来对待，这个时候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专家警告，武汉的无疫情小区原本官方公告会有将近7000个，不过因为无症状确诊者继续出现，近3天至少有45个小区被排除，更加有小区也继续封起来，显然真实情况无遐乐观。解除封城了后，情况可能烦恼。不过中国官方敢若把重点放在防范境外移入这方面，国务院也宣布严格限制无必要出入境活动，已经把口岸继续关起来，而且14天内底有入境的记录的人，因为无完成隔离，禁止出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欧洲，有个国家因为疫情较稳定啊，打算要解除封城令。奥地利打算对14开始要互规模较细间的店仔恢复营业。另外，伫咧北欧的国家丹麦也打算伫国外节解除封锁。另外，也有媒体报道讲，德国可能伫19以后会慢慢放零限制。不过，因的总理梅克尔说讲无明确的时间表。欧洲疫情较稳定的几个国家，有可能会放零封城的限制。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初6表示，政府考虑为后礼拜开始放零封城的措施。Wir haben in Österreich schneller und restriktiver reagiert als in anderen Ländern und konnten daher bisher Schlimmstes verhindern. 人口880万的奥地利，累计有12000多的武汉肺炎的确诊，204个人死亡。库尔茨表示，按算为14开始，后面就无超过400平方公尺的五金行等等较细间的店头会当恢复营业。不过强调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的规范，亲像是挂喙罨甲用消毒水。若是状况袂歹，为5月开始，大间的店头、旅馆甲餐厅会当重新营业。北欧国家丹麦嘛计划伫咧即个拜6礼拜提出解除封城的方案，按算伫咧国外节了后，陆续解除封城。15会先互幼稚园甲国校啊恢复上课。丹麦政府评估，若甲疫情第2届爆发来比，因为封城造成的经济衰退，可能性会搁较悬。目前丹麦拢总有4600多个确诊，187个人死亡。Ich will hier an dieser Stelle sagen, dass aus meiner Sicht Europa,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or der größten Bewährungsprobe seit ihrer Gründung steht. Das ist unbenommen. 德国的封城令按算到4月19结束。路透社讲，因有摕到官方的文件，表示政府会实施强制民众出门挂喙罨、限制聚会，还佫有快速追踪感染源等等的措施，来交换民众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不过，总理梅克尔强调，现阶段也无适合定一个明确解除封城的日期，要是爱以防疫为优先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升长的欧洲，真侪国家拢封锁起来，民众伫处理的时间也变甲真长，就爱家己煮3顿。不过，伫咧意大利的大卖场却是冷冷清清，加上意大利面是卖甲下下叫。另外，伫西班牙因上届有效的颠倒变做是胖啊。 一鼎烧滚水，一杯面条，民众踮厝也通轻松煮食。意大利全国隔离这段时间，冷清的大卖场人客无济，不过大个人塞车内底绝对袂当欠缺的就是意大利面。 Allora ho comprato la pasta per i legumi piccoli e grandi e quindi di conseguenza la pasta sia piccola che grande. Poi ho comprato la pasta corta e la pasta lunga. 大卖场的业绩是继续咧衰退，民众敢若会买生活所需要的用品，简单上手的意大利面销售的成长是上明显。虽然暂时无法度靠朋友同齐开讲饮酒，不过透过线顶视讯，嘛通同齐食饭，做伙分享。 伫南欧的西班牙嘛，因为封锁隔离，改变食食的习惯。传统上，逐礼拜六、礼拜家族的同齐食饭，即嘛暂时嘛无通看到。做这的业者嘛通感受到买起的变化。过去像市的烘鸡、烘卵、海鲜饭等等一寡适合分享的菜色，即嘛嘛较少人咧买，民众嘛较集点咧厝的家己煮食。出门嘛敢是买胖等来配尔。 Y esto ahora mismo no se está produciendo. Además, una de las cosas que ha pasado es que por el hecho del confinamiento. 但疫情还阁真严重，意大利甲西班牙拢决定要甲居家隔离期延长，尚无封锁到4月12号过外节迄阵。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去到桃园机场视察，视察这防疫的措施，也感谢机场的防疫人员人人固守本位，感谢因伫台湾的精线甲疫情抓落来，而且伫2个月来完成7台飞人机的包机任务。这段疫情期间，我们台湾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有成功的防止了疫情在境内的传播。 那这归功于，就是说我们在机场，在边境上的防疫的措施，这是我看到旅客最少的一次可是我看到了我们所有的机场的同仁还是非常努力，而且尽心尽力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总统蔡英文去视察桃园机场入境发烧台检站，予一车队各入境旅客的防疫动作。总统蔡英文也颁发奖励金予一寡防疫人员，伊也表示讲爱加速桃园机场的硬体、软体的维修升级。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经济部已经提出各种的纾困措施，协助大家来渡过难关。 讲到世界欠台湾，一切就未完全。咱台湾阁有医疗团队成功开发武汉肺炎的快速体检的试剂路，是咱南口的中心病院。中医病院也表示讲，这回研究成果甲别人是真无共款，是因为对有抗体，这个抗体是对3位患者的身躯顶找来的，也发现讲有一种抗体会当防止病毒侵害细胞。面对着武汉肺炎，咱阁找到一项的新武器咯。 此样抗体一直测试，南口中心病院研究团队经过2个半月努力，总算为3名病人体内提出武汉肺炎单株抗体，其中一株抗体有机会用压制病毒进入细胞。就发现说，在这13株的那个抗 S 蛋白的人类单株抗体里面，有1株它可以跟病毒去互相竞争，去开这个细胞的大门。 由南口中心病院、中研院国防预防医学研究所、牛津大学组成的合作团队，成功提到病毒全基因序列，更进一步为感染者抗体当中的 B 细胞找到75株抗体，用进一步作为检验试剂或者是抗病毒治疗材料。B 细胞是产生抗体的细胞，去找出那个生长出那个特异性的抗体，所以它的那个灵敏度和准确度会更高一点。 目前国内团队研发快胎试剂，有国卫院成功以 SARS 抗体研发出用测试武汉肺炎快胎试剂，短短10到15分钟等有结果。另外，江兴医是研发手持核酸分子快胎系统，有希望伫4月底完成。体检时间差不多是1到1点半钟。中兴医所发表的研发成果是强调短短19天内，针对7种因为冠状病毒、核2倍抗原制作出单株抗体群。
甲中经病医共款，拢是抗体检测。毋过中经病医强调，抗体来自人类 B 细胞，体检的结果更较准、更较紧。那我们就很幸运的也分离到这个病人身上的抗体，抗原抗体的反应通常就是反应时间是10分钟，是它容易操作，然后时间更短。研究人员强调，快太气这量产要过一段时间，因为需要甲厂商参详按算上紧，半年就会量产。另外，相关抗病毒药物开发，也要结合国内医学界共同研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世界卫生日，有立为了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的喙暗就要欠欠用，也希望讲买喙暗的系统未来会当增加关喙暗的选项，大家做伙来做喙暗外交。外交部伫今仔日也宣布讲，第2批的喙暗外交会援助新南向国家。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出面来背会，强调政府对各地喙暗拢真谨慎，绝对无暗藏的情形。总统蔡英文已经宣布要捐1000万片喙暗予欧美各国。外交部初7阁宣布，正规划第2波喙暗外交，对象锁定新南向国家，对有主动提出需求的有计阁捐赠100万的左右。是西南向国家，并不是全部啊，对方国家有提出需求的，我们才做回应哦。所以，当然西南向国家很多有18个，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都有跟我们提出需求。另外，随着国际疫情仍然严重，欧美第一线医护人员真欠丰富装备，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医疗体系强要崩盘。有立委就呼吁民众，过来2礼拜9片喙暗配合适内容，只要5%的民众省一半喙暗，2礼拜就会当省1000万片。关乎国际医护人员，佫建议喙暗网购增加捐赠选项。当我们领10次里面，可不可以让出1次或2次给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哈，我没有领。放在国家那里，国家要把它拿去做国际医疗援助，我同意，而且我乐意，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选项，我们可以选填国家蓝别。政府甲民间热烈响应做喙暗外交，也毋过在野党支持政府暗降喙暗准会，那么为什么有挤出来喙暗做外交？希望国人同胞大家都珍惜身上有全世界最稳定、最便宜的口罩，同时相信政府也绝对不会暗杠滥用。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暗杠公法，强调台湾一开始就禁止喙暗出口，加上拍拼精产，一步一步让民众方便，同时继续使用，才有能力帮助世界上有需要人。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武汉肺炎吞达意大利，伫台湾奉献规4人的意大利新妇卢绿色，也替意大利甲证人募款，想袂到伫短6天内就募到1亿2千万。新妇在今仔日也亲身出来感谢台湾民众爱心。真心感谢国家爱心，81岁意大利籍天主教灵医会神父余若瑟，前几天向外界款募善款为故乡求援，因为意大利是武汉肺炎疫情重灾区，确诊病例超过13万，每天拢上100人死亡。神父募款消息一出来，短6天就收到2万笔的捐钱，总共1亿2千万的善款，让神父是真感动。6天的时间，每一天。很多人来排队捐，特别帮助我们台湾的老百姓，就谢谢，多谢您。这几天一直有善款捐入来，还有卖菜阿嬷提辛苦排队来喙暗甲卖菜钱，要捐予新妇。啊，毋过爱心善款金额伤过济，予新妇只好临时喊停。啊，毋过要求袂少人抱现金排队要捐钱。女神为我们奉献，我们宜兰地区这么久了，一点点心意啊，好像想起来会哭哭哎，因为他是真的很好啦。早期台湾医疗资源无够，环境艰苦，余若瑟神父对天主教灵医会渡海到台湾去病院，守护台湾偏远医疗超过半世纪。即摆有真侪台湾人对神父低温报婚伸出援手。神父表示会将台湾的善款代转予意大利教会做防疫使用。伊也知影台湾还有真侪所在需要协助，各界确实想要援助，院方愿意代转善款，互爱传予更较侪需要的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选委会在今日宣布讲，罢免韩国瑜的连署数有37万7千多分，超过法定的22万8千多分，确定第2阶段连署通过。第3阶段的投票按算伫6月7日或者是6月13举行，最后日期是由中选会来决定。
高雄市选委会宣布第2阶段联署罢韩通过，投票日定伫咧6月初6或者是6月13。不过实际投票的日子也是爱中选会来决定。罢韩团体提出40万6千多份的联署书，最后审查的结果是37万7千多份有效。罢韩的第2阶段有过关，不过高雄市议会还阁为着4月16开议的日子，敢要延期完未煞。就是这个议长室的大门连进去都不可以。 要动用这么多的驻卫警来这边。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韩树春因为不满国民党籍副议长陆淑美临时改开会的地点，也不准不是听诉委员会的议员参加，真生气，怎来离开？我们退出，因为原因就是更改地点，而且场所里面没有录音。 无要插民进党籍议员的意见，国民党籍的议员甲无党籍的议员继续开会，会后达成决议，确定4月16无要开议。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在室内间隔1.5公尺的这个室内的开议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建议先那个暂停开会。搞不好6、7月它都不会疫情减缓，那到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复高雄市议会市议员监督的权利？国民党团表示，议会延期甲韩国入关桥是无关系，单纯是为着防疫。也若高雄市议会当时的开议，拿赢甲绿赢也无共识，开议的日子恐惊唔知爱甲伫当时。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职棒确定伫4月11要举行开幕赛，虽然完全无对外开放，而且这是全世界头一个继续比赛职业棒球，在这回真有可能伫外国平台转播，到时阵全世界拢会看到啊！有13000多名球员甲啦啦队接舞，中职旧年开幕战有够闹热。原本日本乐天接手第1年，按算引起更较大的热潮，所以因为疫情爱闭门进行。 既然队友无法度入场，原队成长，就由新10号队友来代劳，在地机器人担任校园会志工。这个机器手臂会来打鼓，那也会有一些人形的纸板，也会有一些人形的模特儿，依据这个公众集会的指引，户外的场地不要超过500人嘛，所以我想我们就以这个500尊做一个规划了。 500新10号队友为球员加油，佮加上进前推出桃园男儿的造型爆脆案，连续起话拢是因为敢若是开幕战闭门拍，收入减少超过1000万，所以目前也咧参详原队赛事伫别国转播可能性增加收入。中职更进一步指出，目前已经摕到一军4队动议，向美日韩澳推展中职比赛。 我要就一次谈全部的，一队一队谈，大家想的条件不一样，是很麻烦的。也是有透过一些频道他们是世界性的频道，所以他们也会转达他们那边在国外播出的时候平台的一些想法。 吴志勇讲，一直想要将中职推向更较侪国家，不过老实讲，无市场甲需求。如今中职加做全世界上升派职棒联盟，希望把握机会推广，用伫拍进前收到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本地要延到5月初7的台北国际车展，伫顶个月宣布讲要取消。不过，政阁要用线顶车展来施行。台北车展基金会表示，文化部设立专案，规划台北国际车展的线顶车展，邀请出版社免费来参加。另外，车展当中有几100场的讲座，也会改做是几10场，会改做是线顶的直播。 平均每年都有50-60万人参加的台北国际书展，原本2月会举行，不过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延后到5月，了后阁宣布取消，互真侪出版社甲爱看册的人感觉真无彩。不过文化部甲书展基金会即马已经开始规划，要甲书展改做线顶的。参展的单位，他为了国际书展筹备了半年以上，我们希望大家的前期的一个投入，透过线上的方式让读者看得到，那还在持续的联系当中。如果童书的话，我们希望说那个作者和绘者真正能够把那个画面展现出来。文字的话，我们希望说至少封面、内页或是一些比较重点的，可以甚至有对谈的。但这个牵涉到出版公司是不是愿意提供。大部分的出版社伫咧申请的期间，差不多拢已经完成展览场地设计。 所以目前的规划，希望出版社会当提供展览场地设计图，结合3D 等数位的方式来呈现。也若当年的书展，拢会举办几100场的讲座，按算会甲规模缩幅较细，建几10场，邀请演讲者来摄影片录影或者是直播。目标是5月初7举行，不过嘛无排除伫6月了后才开始。能够进一个特
的那个录影室，用 YouTube 那个方式是比较简单，但是如果要做3D VR 虚拟的话，可能要另外再应用其他的软体。整个消失了，不如有个线上，然后大家可以出来。去年和今年初准备的好书，那推出的讲座有哪些可以被看到？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日后是不是也变成一种传播的方式？真早就传好要参加书展的文信杂志，对线顶书展是感觉真好。希望到时呈现的方式，甲一般市面上的网络册店无同款，会当提悬书展卖册的销量。伫咧全球疫情还阁咧滚价的时阵，各大国际展览拢宣布取消或者是延期。意大利波隆纳儿童书展嘛会伫5月用线顶的方式来办理。台湾嘛有牧业协会辅导中小企业设置线顶展览，用数位的方式来做营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防疫，大家是步速进展。大学的个人申请第2阶段的甄试，伫4月中就要开始咯。教育部伫晚到的时阵也发文给大学，针对着防疫措施处理的原则，包括着伫咧试场内面爱磅体温，试场也爱符合室外1公尺、室内1公尺半的规范。而且学校也爱要求要来考试的学生，就爱家己准备喙罨，而且考试的专程也都爱挂喙罨。外口的人袂使入来，学生甲教职员爱看证件才会当入来。大概3月30开始管制，4月中特别展开个人申请第2阶段甄试。考生爱先去网络申请证件，到时阵磅体温了后，专程炸喙罨考试。从校门口进来的时候，只会检查他是不是有通行证，那不会检查口罩。那但是到了学系的考场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不能进去的。那如果说他是在外面，那没有带，我们也没有办法限制。但是考生我们是一定要求考生一定要带。教育部要我中昼的时阵发文给大学，第2阶段甄试防疫处理原则。第4点直接讲，学校会当要求考生家己准备嘛专程炸喙罨。批考的人由学校家己去订定人数甲规范。台大甲清大拢表示以1个人为限制。清大更加要求考生爱写清楚，清明年假敢有去迄11个列明的景点。进入馆舍的家长呢，是以1名为原则。询问旅游史的过程当中，也会问学生是否有去过这些地方。如果有去过这些地方的话呢，我们就会安排他在备园市场进行这个笔试或者是面试。若是考生去过热门的景点，就去备用的市场考试。清大指出，主要的甄试是集中伫咧18甲19这2天，就有200-300位为各地来的考生。采取必要的办法，无希望防疫有人芳。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台湾咱去年全台湾的农作物拢受到秋行军虫的吞打，经过1、2年的防治工作了后，有较改善。不过最近伫花莲的寿丰乡，佮发现到秋行军虫啊，而且这回是甲几百公斤的番麦田拢食了，农民这声是了济啊。加入花莲寿丰乡的番麦园林，差不多逐丛番麦拢有虫蛀过。甲新变开都会发现肥嘟嘟的秋行军虫。农民照旧年的防疫规定，虽通报防疫所甲改良场，不过煞一直拢等无人来处理。以往我们是通报到改良场跟防疫所，那他们会马上派员过来。那今年可能是忙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没有过来。那我们有电话通知他是跟我们讲说。今年无补助。花莲董事部防疫所是表示，去年秋行军虫拄开始侵入台湾的时阵，防疫政策分做第1阶段甲除掉，甲第2阶段转药啊，嘛请农民加强巡视农作物，而且主动通报才会当控制。目前我们防疫政策还是在第2阶段，然后农民就通报我们防疫所，然后我们会派员去现场看，然后另外会补助第1次的喷药工资，然后还有药剂。若秋行军虫是安怎佫出现？花莲农改场研究发现，秋行军虫会对季节气流来到台湾，甚至已经落地化，正做常常看到的害虫。所以目前农委会正在研究第3阶段的防治政策。未来防检局会规划把它当一般的害虫来管理，这个叫做第3阶段。但是进第3阶段的时间点，会里面还没有拍板，所以目前为止现在是第2阶段。
农改场强调，现场的农民伫咧3月24通报的时阵，因为无讲地点，所以才互防疫人员无法度知影正确的所在。不过农民烦恼讲，宜兰花莲台东拢总有800外公顷的番麦园，若无随控制，恐惊会造成更较大的农业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客家红卡铃比赛，今年对旧历的2月22日开始，而且这个比赛大约要比几个月才知影输赢。不过这重点不是拼输赢，是庄下头互相联络感情。鸟友甲粉鸟一只一只掠出来，细日甲红的甲铃甲起哩直接放飞。这个深色的画面是台南客家区红家町汀州2个庄头的红卡铃比赛，这已经有100多年的传统。当年农历2月22日举办，今年由汀州这边先放飞，隔天天才搁换红家町放飞，一来一往算是一回合，拢总爱比9月才分输赢。今年咧排的人较侪。有较侪，阮红家町有较侪啊。拢总爱排几粒？100粒。这款甲铃有加粗啊，直接用单的空中起飞的比赛方式。目前敢若伫红家町甲铃会、甲西汀州的甲铃会对抗赛才看会到。每一回合的比赛，甲铃爱哪排哪大，上大会当排甲1球4分，正甲上尾才分输赢。所以比赛愈到后期愈精彩。即摆抽细粒啊，开，真大粒去。哦，愈来愈大粒。对哦，对哦，一工拢进2分啊。对哦，两抓进2分啊！他那轮输赢，啊，就挂到尾啊，就输赢，挂到尾大粒，红较挂袂行啊，就输赢啊。一年一度的地方大代志，今年红家町培养100多只粉鸟来参加比赛，参加的鸟友人数嘛有增加。红家町协会会长李坤明表示，这场比赛主要唔是要论输赢，重点是当年要联络庄头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较凉冷。这时北部、东半部甲中南部的山区会落地阵雨。另外，伫澎湖、金门、马祖天气是多云到好天。明仔气象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17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墨西哥看都出事花景啊！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更的时间再会。